論你係讀文組又好，讀理組又好，或者讀商科都好，都應該認識本國嘅歷史。否則嚟講，你點樣話自己係一個中國人？我哋記得咧就係Francis Bacon 講佢話 History make man wise 嚇，歷史係會使人聰明。嗰個嘅訓練咧，其實對每一個人咧都好有幫助。呢度係一間中學嘅中史資源室，佈置都係同學自己參與設計嘅。呢啲兵馬俑紀念品就係同學去西安考察嘅時候帶翻嚟嘅。我記得中二嘅時候咧，咁上學期我都唔中意中史，即係覺得好悶，死背爛背。咁但係其實經過一個去到廣州虎門啊，廣州虎門嘅跨境考察之後咧，你可以見到啲文物，有啲你可以摸添啦嚇，或者嗰啲嘅遺址你可以親身踏足。其實歷史可以同我哋好近喎，咁由此就建立咗對歷史嘅一啲興趣啦。讀歷史咧，我覺得個階段應該係開頭咧，就係盡量睇啲古仔。呢本咧，呢個《大清留美幼童記》咧，係一段幾感人嘅歷史。雷鼎鳴係香港著名嘅經濟學者，每次上電視都係講經濟。原來佢對歷史嘅興趣同樣濃厚。佢屋企書房最多嘅，竟然係中國歷史嘅書。每個朝代由古到今，佢用咗皇帝嗰度去劃分啊。雷鼎鳴話：認識中史對經濟分析好有幫助。雷鼎鳴喺芝加哥讀大學嘅時候，第一篇發表嘅論文就引用咗宋朝嘅通脹同米價數據。佢話：懂得應用就自然會讀得開心。讀歷史咧，我唔係話要苦讀啲史書，而係要咧開開心心咁樣咧睇下啲歷史書，睇完之後咧就盡量領略個道理。顧以賢，考評局主席，擔任過怡和集團同中電控股嘅要職，成功嘅商界形象背後，好少人注意到佢喺高中嘅時候，原來係選修中史嘅。其實喺好多大嘅機構裏邊係非常歡迎咧，就希望佢啲高級員工咧係有喺呢方面有啲嘅涉獵嘅，因為佢哋相信咧咁樣先至確保咧嗰個人諗嘢咧係比較闊啲咁多。除咗佢個專門知識之外，佢可以睇一個大嘅圖像啊。隨住中國推行改革開放，內地嘅經濟以高速增長，中國嘅影響力越嚟越大。有經濟學家估計，中國喺21世紀嘅經濟實力唔單止會超過日本，甚至可以追上美國。香港嘅工商界而家都北望神州，同內地合作營商，認識中國歷史就變得更加重要。香港人如果要喺中國發展，如果佢有個文化嘅根底比較好啲呢，其實交朋友呢都會好好多咯。根據顧以賢嘅經驗，內地人好重視生意夥伴對中國嘅歷史有冇認識，因為咁樣反映到一個人嘅文化水平。除此之外，顧以賢有另一個原因促使佢學習中國歷史。因為我哋係中國人啦，咁我覺得呢，我哋一定要認識自己國家嘅歷史。為咗讓同學更掌握中國嘅發展進程，新高中課程嘅必修部分會讓同學從時序了解中國歷史嘅發展脈絡。課程採取長近略遠嘅策略，重視研習中國嘅近現代史，希望同學了解今日中國，進而探索國家未來嘅發展路向。喺我而家教緊，譬如中6、中7嘅課程，甚至係中4、5個課程，我都一定會講到去經濟改革開放嗰個部分嘅啦。將來新高中學制嘅時候，更加一定會去講到啦。梁 Sir 教咗好多年中國歷史，佢話而家教近代史，有好多電影同紀錄片可以做參考，令同學學習更有趣味。咁如果你講翻近代歷史，我哋有一個記憶係我哋我記得有呢樣嘢㗎。咁其實對於我哋學習歷史係比較都有幫助。至於課程選修部分係歷史專題，有講文化同傳統、地域與資源、時代與知識分子、
制度與政治、宗教與文化，甚至研究女性社會地位嘅變遷等，同學可以按興趣選修，認識中國歷史嘅多樣面貌。新課程亦會融入歷史研習嘅態度同方法，培養同學求真嘅史學精神。好似呢班學生就參加咗一個有關孫中山嘅專題比賽，透過進行考察、搜集資料、分析同撰寫報告，掌握研習歷史嘅方法。老師呢一日就帶住幾位中四學生嚟到孫中山紀念館揾資料，就考咗12科，考咗10個 H， 就2個 P。H 咧就係優等成績。自己嚟到紀念館揾資料，同學都話好多嘢都喺書上冇㗎。即係我覺得呢2句比較有當時嘅氣味咯。自學嘅能力咧，就係唔單止佢對過去嘅歷史有認識，對而家身處嘅社會佢有認識，對佢將來譬如話去處事嘅時候咧，佢可以用翻過去嘅歷史觀，或者用現在嘅而家所經歷過嘅事咧，去睇將來係點樣，佢嘅判斷能力會更加強一啲。而評核方法方面，分為公開考試同校本評核2部分。為咗配合課程提升同學共通能力嘅目標，中史科嘅評核方法亦要求同學能夠基於史實而提出個人嘅觀點，唔可以單係靠背誦。比如呢一篇有關周代嘅工作紙，老師就會要求同學答開放式嘅題目。西周當時咁嘅處境去推行封建制度，係咪一種明智嘅做法呢？咁請同學就要引用史實去到證明你嘅說法。過程裏邊呢，其實佢冇辦法抄得到嘅，因為佢可以同意，亦都可以唔同意。將來嘅新高中呢，其實真係講緊一種探究，同埋講緊能力導向嘅。咁所以如果我仲叫個學生揭開本書，你同我間記晒呢死嘅嗰啲知識，佢最後可以用唔到出嚟嘅。特別而家我哋喺高中已經做緊嘅一個轉變咧，就係我哋真係放手咧，好多嘢唔係我哋講俾學生聽，個答案係咁，個過程裏邊其實你哋去揾出嚟。今日咧就大家都知道考試個方式都轉變咗啦，我哋亦都係逐漸咧就唔再着重咧係記憶，就而係考咧就同學對咧係有個歷史嗰個嘅脈絡嗰個通盤嘅認識啊。由於中史科着重訓練同學對事物有多角度探討分析嘅能力，對同學修讀唔同嘅學系都有幫助。例如科大商學院就特別鼓勵同學喺高中嘅時候修讀中史。我哋有好多同事啊，都好認同呢個歷史嘅重要性。我哋咧就曾經考慮咧，將來收生嗰陣時咧，如果係讀過歷史科嘅話咧，我哋會唔會加分俾佢？個原因咧就係咧，呢個我哋好多人咧都好明白，讀呢個多啲歷史係對於喺呢個香港商業社會裏邊咧做嘢咧係有非常之大嘅幫助嘅。雷鼎明同好多大機構都有接觸，同學以為只要讀好商科就足夠，原來好多僱主都唔係咁睇。咁我亦都聽嗰啲僱主咧，佢哋講過咧，就話咧香港好多學生咧又唔知過去又唔知將來，而家缺乏呢個創意啦。我自己過去都讀過好多中國歷史嘅科目，咁我覺得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對培養我自己嘅分析能力同埋創意咧，都係有極大嘅幫助嘅。楊永安喺港大教咗30年中史，好多人以為讀完中史嘅出路就只有教書。喺我哋嘅認識裏邊咧，係主修中史出嚟教書嘅大抵上係不足係30%，係可能同大家所想像嘅係爭好遠啊！反而調翻轉頭咧，讀中史出嚟嘅同學們咧，係會走去做呢一個新聞工作者咧，或者係呢一個嘅雜誌記者咧，撰稿員咧，後來會做到呢一個嘅編輯啦。因為中國歷史係培養大家所睇事睇物嘅一種分析嘅能力，呢個係最重要嘅。呢樣嘢係社會上好多地位好顯赫嘅，或者喺政府裏邊做到好高級嘅，其實都係讀歷史出身嘅，大不乏人可以咁講。香港回歸中國已經10年，改革開放後嘅中國正以急速嘅步伐邁向未來。
掌握中國歷史，除咗加深對自己國家嘅認同、對傳統文化嘅了解之外，亦可以提升思辨能力，幫助同學迎接未來嘅新挑戰。